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4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5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64天。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说法，前线总共记录172次战斗，其中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阻止俄军66次进攻，库尔斯克前线乌军击退12次进攻，3场战斗仍在持续。俄军在此区域6次空袭，投掷16枚制导炸弹，发射304枚炮弹，含3枚多管火箭弹。波克罗夫斯克前线，俄军再次派突击队潜入该市南郊，插旗宣布胜利，之后又被乌军逐出。总体来看，此地的形势没有变得更加糟糕，恰恰相反，本周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东面打得相当不错，通过反击夺回了多个定居点。乌克兰昨夜使用海马斯系统发射的火箭弹进行了大规模袭击，目标是被占领的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俄罗斯军事设施。梅利托波尔和托克马克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在这个卡索菲亚尔前线俄军第98空降师突击部队正试图突破乌军防线并遭受重创。尽管俄罗斯多次宣称已攻占卡索菲亚尔，但现实与俄军所宣传的截然相反。乌军第24机械化旅持续坚守防线，防御作战仍在进行中。这个乌军的第24机械化旅7月3日晚击退俄罗斯人突击，侵略者也就是俄军动用了2个小组和10几个突击队员，其中1/3是女性，几乎所有人都被消灭。也就是这个俄军也开始动员这个女兵上前线了当然这些对俄罗斯的高层来说这个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都是平民子弟，本身就是耗材俄罗斯丝毫也不在乎前线的伤亡他们现在就是消耗战和人肉冲锋乌军的总司令希尔斯基说他说目前最困难的局势是在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红军城叫米尔诺格洛，也是季米特洛夫聚集区，索列纳河与沃尔奇亚河之间的地区。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红军城以北已经突破到多布罗皮利亚，并且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方向新帕夫洛夫卡进行攻击。敌军正在加大对我关键据点的攻击力度，不断寻找我方防御薄弱环节，并在多个方向同时展开积极作战行动。这希尔斯基表示他说俄军在战术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突袭乌军阵地转向全面渗透战，也就是不停的派那个突击队还有一些什么甚至这个空降部队到这个乌军的后方插旗一插完旗，然后拍完视频拍完照片，然后就宣布俄军已经拿下了，然后造成这个前线的混乱，信息混乱。希尔斯基还说俄军突击队不断渗透到乌军后方，切断后勤补给。总之现在在特朗普的8月8号之前要停火的这个高压之下，这俄军是卯足了劲在前线疯狂进攻，这个当然也给乌军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俄乌双方用无人机互相轰炸也是在持续升温。根据外媒报道俄罗斯境内距前线逾1000公里的叫新库比谢夫炼油厂昨天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厂区内发生剧烈爆炸，火光冲天，爆炸窜起的蘑菇云连在太空的卫星都能看得到。有媒体说该炼油厂位于萨马拉州，由能源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经营，年产能达到790万吨，为当地重要的能源枢纽。据路透社报道乌军对俄境内多处设施发动攻击，除了萨马拉地区外，伏尔加格勒州的叫科杰尼尔科沃火车站与变电设施也遭到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严重破坏铁路与输电设施，可能影响俄军军用物资调度。甚至乌军的无人机日前突袭俄罗斯海参崴的一座军工厂，造成连环爆炸。这个说实话不清楚这个乌军的无人机是怎么做到的。他把俄罗斯最东边的叫海参崴给炸了，这个从乌克兰飞到那儿有上万公里这怎么飞过去的？如果海参崴都被炸，那就说明俄罗斯境内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幸免。这个俄国媒体消息指出与此同时说奔萨地区一家无线电制造厂传出爆炸声响，初步判断同样为无人机空袭所致，但俄罗斯官方尚未证实具体损失。这我在想，这个海参崴的军工厂爆炸，这无人机很有可能就在俄罗斯境内起飞的，又是那个蛛网行动这无人机要从乌克兰飞1万公里，这个太难了。这个乌克兰的军方周六表示，其袭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
包括一座大型炼油厂、一个无人机军用机场和一家电子工厂。乌克兰无人机系统部队在声明中称，他们袭击了位于莫斯科东南的180公里的梁赞炼油厂，并导致厂内发生严重的火灾。乌克兰方面说2025年前7个月，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951枚导弹，乌克兰国防军通过拦截或电子战手段击落或摧毁了其中56%。这个星期日《泰晤士报》8月3号报道他说乌克兰已经开始招募外国雇佣兵，以补充乌克兰武装部队前线部队的损失。据该报报道，哥伦比亚雇佣兵已成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新部队的核心力量。乌克兰正试图用这支部队弥补乌军士兵短缺的问题。2022年，乌克兰志愿者承认，他们不再在最近动员起来的同胞身上看到动力。此前，俄罗斯军事专家退役上尉瓦西里·丹德金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通过袭击俄罗斯南部来扰乱俄罗斯的季节度假季节，在俄罗斯人中制造恐慌，并瘫痪俄罗斯的空中和铁路交通。他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前线遭受损失越多，尤其在7月份，他们就越倾向于用无人机在俄罗斯实施恐怖活动。俄罗斯人也被炸怕了。2025年上半年，乌克兰无人机导致俄罗斯机场关闭超过400次，也是炸怕了。这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说俄罗斯南部集团军第10近卫坦克团突击队代理指挥官称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亚历山德罗卡利沃诺村进行防御作战的乌军大部分是外国雇佣兵。他称，估计那里有大约60%到70%是雇佣兵，我们的战士几乎没有看到什么乌克兰人，在交火时听到的都是听不懂的语言。据他介绍俄罗斯突击部队在解放这个居民点时，起初以为听到的都是乌克兰语，但靠近后他们听到敌方士兵说的是外语。他总结到说雇佣兵数量非常多，他们彼此之间可能都听不懂对方说的话，因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听到的主要是英语。乌克兰只要有钱不要怕没有人打仗。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老黄俄斯特列科夫，他也是为俄罗斯操碎了心一边在登缝纫机一边发表自己对这个俄乌战场的看法。这个斯特列科夫他说乌克兰正在准备反击，他们通常会在8月或9月发动反攻。显然时间越来越紧迫，为了不破坏所谓的停火，也就是说的这个特朗普宣布的最后通牒说乌克兰可能已经与美国协调缩短了最后通牒的期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预计乌克兰军队将在8月6号到7号之后发动进攻，并在前线开始积极行动，而不是像之前假设的那样在9月份才发动进攻。如果最后通牒持续50天的话，尽管如此，乌克兰仍在持续定期发动空袭、无人机袭击和导弹发射。然而他们显然仍在保留大量兵力，显然计划部署大规模的打击。说敌人尚未充分利用其装备远程精确制导导弹和80架 F-16战斗机编队，如此规模的空中编队同时发动攻击，可能对我方部队和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但这种情况尚未发生，所以乌克兰正在增强实力。特朗普也相应的调整了最后通牒的时间表，最终俄无论如何都会受到指责，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显得显而易见。这个斯特列科夫说我们还剩下什么呢？我们必须为与北约的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做好准备。说这就像第2次克里米亚战争，北约国家最终将卷入其中，即使不是以联军的形式，至少也肯定会有某个别国家参与其中。这个斯特列科夫在狱中还坚持分析前线这个动向。说到这个80架 F-16战机这个泽连斯基重新任命了乌克兰的空军司令。8月3日，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任命叫克里沃诺日科中将为乌克兰空军新任司令。泽连斯基表示今天我任命沃里科沃日科中将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最重要的是，未来乌克兰作战航空兵和防空部队将全面发展，有效协同。换了新的空军司令，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后面乌克兰的空军要发挥作用了？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8月3号，德国当局已决定对全国进行
大规模重新武装。根据德国媒体报道啊，说德国的目标是打造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德国计划在国防开支上超越北约国家。德国当局正准备申请60多份武器采购合同。德国联邦国防军将接收欧洲战斗机和全师装甲车。德国当局计划从德国制造商莱茵金属公司购买相当一部分军事装备。德国计划到2031年将每年18岁志愿者的数量增加到4万人。德国政府将于8月底收到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大大增强德国军队的实力。这个德国啊，现在已经武装起来啊。德国的总理莫尔茨啊，发出了更厉害的声音。他认为欧洲应该为更广泛的战争做准备。都清楚，更广泛的战争很可能就是3战了。大家看视频啊。Boris Pistorius said to his own people, "We must be ready for war by 2029." Be clear about that if you could. Does he mean that Germany, that Europe needs to be ready for a wider war beyond Ukraine? Well, we have to be able to defend ourselves, which is actually not the case. We are not strong enough. Our army is not strong enough. So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are spending a lot of money, more than ever before, after the Cold World War. So that we are spending a lot of money which we have to borrow. We changed our constitution, and we are seeing a big threat. And the threat is Russia. And this threat is not only on Ukraine. It's on our peace, on our freedom, on the political order of Europe.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are doing it. To be clear, you think there's a wider and a longer term threat? It's a wider and a longer term, far beyond Ukraine. Yes. Your defense minister, Boris. 这个莫尔茨啊，毫不掩饰的说啊，对吧？德国的这个威胁就来自于俄罗斯。这个2025年以来啊，尤其是莫尔茨上台以来啊，德国在俄乌冲突中的介入程度啊，和他的外交动作啊，那都是不断的加深，呈现出公开化、激进式的介入态势。这个莫尔茨的态度非常坚决。根据日本共同社2号的报道啊，说乌克兰外长西比加将在1-2天内到访日本，与外相岩屋义等日本政府高官进行会谈。这将是西比加就任乌克兰外长以来首次访日。两国多名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乌方期待日本为乌克兰修复重建工作提供技术支援，并有意要求日方强化对俄经济制裁。此外，双方还将就朝俄加强军事合作交换意见。乌克兰的情报部门证实，阿联酋正与俄罗斯保持距离，银行正在清理其客户群。7月，阿联酋金融机构加强了对俄罗斯企业活动的管控，约30%的俄罗斯企业收到了限制金融交易后关闭银行账户的通知。这些机构关闭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及时响应银行请求，文件有误，资金流动与申报活动不一致，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黑名单上的国家或受到国际制裁的个人机构有联系等。而真正原因是美国已经深谙阿联酋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的中介作用，并提起警告，其中由于石油和引资舰队交易有关联，因此阿联酋的公司和芯片交易也有关系。也就是说啊，继这个印度之后啊，阿联酋也开始主动跟俄罗斯切割了。这个印度国有的炼油厂已经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这个是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从上周开始印度国有炼油厂已经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原因是俄罗斯方面减少了折扣，同时美国对相关交易施加了关税。这个穆迪对媒体说他说印度已暂停购买俄罗斯原油，我不会为了贪图一时的便宜而与世界为敌。你看看人家穆迪转弯多快这话说的多漂亮。另外一个印度恐怕也快了。2025年8月1号这个特朗普接受媒体专访在这个专访中特朗普谈到了关于俄罗斯，关于他跟普京之间的交往打完电话之后，普京就轰炸基辅，然后这个以及跟梅德韦杰夫吵架，还有这个可能的2级制裁。大家看说的还是比较中肯每次给普京打完电话，然后乌克兰就挨炸。特朗普每次打完电话就以为马上就要签和平协议了，结果得到的消息是乌克兰又挨炸了。他已经精疲力尽了。但是特朗普一而再再而三的这再强调这个是拜登的战争，不是我特朗普的战争，并且他这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什么泰国柬埔寨停火，对吧？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停火，反正这停火都是他这功劳都是特朗普的。特朗普变成个灭火小能手但是很遗憾就是灭不了普京这个，所以多少有些恼羞成怒就在这个特朗普
啊，对吧？回怼了梅德韦杰夫，对吧？说你梅德韦杰夫啊，在这儿胡说八道，他就派了2艘核潜艇到俄罗斯附近去了。结果8月3号啊，这个俄罗斯安全委员会主席这梅德韦杰夫啊，这个俄罗斯口炮界的一哥，那绝非浪得虚名啊，这可以说是明智实规啊。他继续回怼特朗普，这个梅德韦杰夫就特朗普针对俄罗斯部署2艘核潜艇做出了更具挑衅性的回应。他在这个 X 上发文说啊，特朗普别以为他去过那些不道德行为的地方的影像资料只掌握在摩萨德手中。这个梅德韦杰夫可以说啊，这个哪壶不开提哪壶。首先一个啊，这个梅德韦杰夫认为特朗普啊这么帮以色列，是因为他有把柄被以色列的特工摩萨德掌握了。什么把柄呢？就是特朗普去过不道德的地方，大概其实那什么跟那个爱泼斯坦有关系吧。另外一个呢，那梅德韦杰夫这个意思啊，就说明这个摩萨德手中有这个不道德的这些证据，也就是视频啊。那其他的组织手上也有，那就比如是俄罗斯这个手上也有，不就这意思吗？那就威胁这个特朗普啊，不知道特朗普会怎么回应啊。但是我想啊，特朗普这种人设啊，他假设跟那个爱泼斯坦那有关系，真的有这些东西，这个对特朗普到底有多大影响？难道美国人接受不了？就特朗普这种人设，难道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什么情报组织或者叫什么以前克格勃手上有这个罗里岛的视频录像？就我想，即便有的话，梅德韦杰夫能看到吗？我们再看啊，2025年8月3号，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附近海域突然发生6.8级地震。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统一地球物理局勘察加分部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3月17日17时37分，大地就开始晃动。震中的位置距勘察加边疆区首府勘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是有279公里远，震源深度大概是25.9公里，实际上就是这个7月30号那个大地震的余波啊。现在大家都在猜测啊，这个那附近地震不断啊，这个6.8级也不小啊。那俄罗斯的这个核潜艇北风之神到底怎么样？同样是3号啊，俄罗斯勘察加东部克拉舍宁尼科夫火山喷发，这是该火山约600年来首次喷发。目前火山灰喷发高度已达5000到6000米。可以说啊，这个发生在俄罗斯勘察加的这个大地震和自然灾害啊，给这个俄罗斯的核潜艇啊蒙上了一个阴影，可以说是不祥之兆啊。我们再看这个俄罗斯媒体报道啊，说莫斯科时间8月1日0时，俄罗斯海关系统自动切换新税率表，一辆20吨中国货车的报废税从262万卢布跳涨至430万。同时规定，即日起所有进口车辆必须通过俄罗斯本土实验室的 OTTC 认证，费用暴涨60%至8000美元，周期拉长到1年。那些正在海运途中的中国汽车，若9月底前无法重新认证，将面临就地销毁的命运。而就在前一天7月30日，俄罗斯联邦技术监管和计量局宣布禁止在俄罗斯进口和销售中国东风、福田、解放和重汽善德卡旗下部分卡车车型，涉及9款车型，年销售额超过50亿美元。俄方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车型违反了保障司机和其他行驶人员安全及健康的必要强制性安全要求，具体包括刹车系统不达标、噪音超标、紧急呼救设备有问题、安全带安装不规范等。总之啊，这都是敲竹杠子啊，就是讹诈。据说啊，有个品牌有8000辆卡车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库房里面堆积，瞬间啊变成钢铁废料。这个印度和俄罗斯的这个友谊的小船啊，恐怕也离翻也不远了。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阿塞拜疆国家通讯社提出将俄罗斯城市的名称使用历史名称，什么意思啊？就是在阿塞拜疆啊，人家出的那个书籍还地图里面，它标注俄罗斯啊，它要用历史名字来标注。历史名字那就比如说那俄罗斯还标注成莫斯科大公国吗？应该是这意思啊。反正人家对吧？这是怎么膈应怎么来啊，怎么让地波老人不舒服他就怎么来。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